咯。好，呢一開閘起眼光應聲彈出啊，帶埋邊皇帝英雄3幾步放咗出嚟啦。中間皇帝英雄第4啦，內欄第5嘅馬咧仲係起眼光，紫色衫第6位，外邊係志合柏啊，橙帽第7啦就雷神太保啊。咁啊外邊位置咧仲有新力超星，後邊4匹馬開運王眾星有運行包咗落尾，淨係運來5寶嚟㗎。入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明天更好咧，黃衫啊走咗出嚟先㗎啦，外邊皇帝英雄追緊佢啊，出邊咧仲有志合柏啊，雷神太保中間賺唔賺到位咧？入邊咧仲係隻有得贏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皇帝英雄佔先半個身位，雷神太保打開咗追緊佢，出邊用個志合柏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，埋邊係皇帝英雄，但係終點線嗰步咧入咗落去咧就雷神太保喎，要影相嘅。出邊仲有隻志合柏啊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咧，咁啊埋邊嗰隻有得贏有啲力弱咯，中間追上嚟起眼光，外邊咧仲有隻開運王啊，睇睇終點嘅線位。雷神太保啱啱到先啦，定係入邊